喜浓浓情，可有醉心绵绵爱？无敌情啊，无敌爱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。英台，义兄与你再下一局，这次你可要牢记无悔。三杯，三杯。哦，师母请坐，就在这里坐下。三杯，你又在思念英台了？有甚是兄弟情深，这怕是儿女情长吧？哎呀，师母，你英台教长该办百事就业，先生师母早已明白。哦，既然是此，有甚有事相求？那你快说来。有甚在府的衙前生他传家之宝，肉算人啊！那应得你，应得他，让我7日之际到他家前去相会。因我时日不去，这我想什么？我想请师母做大媒。师母早有此意。哦。三伯家境平安，只怕平人夫妻不是三杯呀，师母原是关外女，你老师世代书香穷秀才，办事轻松可为真，并肩夫妻相思一梦俱师母说的就是，夫妻贵在两相知。三杯，你要早做准备，只怕万数夙愿，
已有人先你一步下山放英台去了。哦，常言道，一家巧女百家酒，你既身在托美，快快下山放英台去吧。多谢师母的心，明日一早我一定飞马前往做家长。是此正好，两门得去英台，你上亲必定欢笑久见。多谢师母关怀。好，我走了，你做做准备。送师母，送师母。四舅，四舅，哎，来了。四舅，叔叔准备营帐，明日一早替我备马下山啊！哎，你还不快去？是。快快有请，有请。主人吧，马公子不必多礼，快快请坐。谢人不大人。上茶。马公子请用茶。主人吧，万生乃是晚辈，看称公子贵不过当。真不愧是太岁之子，谦逊有礼，那就改成炎日了。真不过奖了。不知炎日远道而来，为了何事？主人吧，这是晚辈在万松书院书写8篇诗稿。陈伯大人德高望重，得来登门就教。哦，原来炎日也在万松寺院拜师求学，与琳琅应对，乃是同窗。哦，真是巧极了。果然是才气旺言，时时自己。不知炎日今年归港多少？此长19岁，7月7日属生。怎么，你也是7节属生？哎呀呀呀呀呀！真是越发的巧极了。马文才，你表堂堂好生平，文章诗书得清心，与英台既同窗又同生生，莫非是一才实心？应在他生。请你当上永居。
落水青山人偏怯，转此欢心碧云天。姐姐清风添秋色，好人志气满心间。管家，那边你是。好事啊，好事，好一首舞的人。落水青山人偏怯，转子欢心碧云天。姐姐清风添秋色，好人志气满心间。真是人日即事，事日即成。文在先催了。管家，快来，快将四告送往旅队。是。哎，慢！你就说此事非同寻常，我立等为话。是。生姐姐我望你有错呀，小姐小姐，宁信是不是两兄来了？不是两相公来了，是员外请你看好事。看事？我此刻哪有什么心情看事？小姐，快看吧！管家在楼下立等为话你。宁信，这是两兄求亲来了。两相公求亲来了，这是求亲事。这是两兄所认无的人，员外又立等为话，这不是求亲事告，又是什么？小姐，我没有看见两相公，你看看清楚，可会搞错？宁信，这是一目了然之事，绝不会弄错。宁信是宋玉管家。小姐，看你姐的。哎呀，宁信，你快去呀！小姐，先去呀！两兄，你果然来了。落水青山人偏怯，美满良缘一线牵，两兄啊，既来此言我不先见我面，难道是自作离间不关念？可记得我敲问你多少次，请过你多少遍，我们同听同欢同期盼，这间可是也难免。今日里精明有对为谁？还不夸夸转子非堂前，凭我写着就是语，用得要见盘8年。
沿着青春年少，竟如此不亦多才，真是难得难得。臣爸偏爱了。启禀员外，小七言道此乃件妙好事。哦，我儿果然有眼力。沿着，你可知你那同场祝英台乃是小女菊美啊？竟有此件事？小女立志想成为才女，在孔庙门市校长改办，拜师就业。哎呀呀呀呀！人间有此妓女，必将名瑞青史，可敬可悲。哎呀，可笑文才，竟妄作不孝。此乃沿着君子之风也。那是令侬聪颖机智过人啊！为知小女品貌才要搭配颜值否？搭配小姐实乃三生有幸，这是文才出众，不管高攀。颜值不必过切，我与小女言结，以才则虚。你看，应得亲笔书写，绝妙好诗，乃天赐良缘。妈妈有应，文才随从杀进。不知太岁。家务所来，娘母人罢，八子一女，个个德才兼备。叫文才登门求亲，以表诚意，再引三媒六聘，如今方知九妹乃应得也。是此正好，快些王道接日。干日不是长日，文才高抬，即刻前来完美应聘。就以颜色，此次告辞了。宁熙，宁熙，两兄求亲之事，员外是否应允？带我去县厅看看。宁熙，快到两兄，请他到后花园一叙。知道了。启禀员外，贵姬两实不相公求见。今日乃是结亲之日，应带的义兄来了，快快有请。是，有请两相公。小侄两三分，拜见神不大人。两一日不必多礼，快快请坐。多谢神不大人。两一日请用茶。多谢了。听应台言道，两一日为人深谙朴实，在读书时间对应台关怀备至，老夫感激万分。既有7辈之年，理当风雨同舟。两一日为此临阵领堂，可安否？300年为杀官，父母丧亡。也是不必伤过，你既是应台义兄，老夫就不把你当作外人。有如国是至亲一般，你就在此多宽恕几日。蒙神不大人待爱，小侄此来是。启禀员外，太师府怕吴知远姑父在大厅要见员外。这
既然三伯不是为人，沈伯大人有事先请。哦，多谢。银星，哎，你来得正好，快带梁山伯相公到应台寺院好生款待。梁先生，老夫今日有事，稍事再与你叙话。我还要告诉你一件喜事呢。是送沈伯大人。梁相公，请随我来。好，银星，请随我来。好。梁相公，请要去拉二营。相公，我家小姐她来了。兄，请金银台，平日惊鸿梦里来，迷蒙蒙，恍如隔世。总相偎，见两兄一路风尘，迎面给我又是心痛又心醉，落花也没生根。你怎么又落来了？小妹这是喜结落泪。你呀，就喜欢落泪。两兄，见过我爹爹了？自然见过。言的儿子，我还了3年，今日再见，该还你一生也没了。言的儿子，你教了3年，我也听了3年，今日相见，终于听到你叫我一声言没了。梦里花了千把
兄，这是小妹书房。庆祝要迎的双飞。两兄，请坐。请坐。爷妹，三番送夙愿，令我怕无此可逃吧。美院的俊俏书生，苏吕的绝代佳人，我好似置身于梦中。两兄，小妹也就死在梦中。爷妹，你可知我一路奔波，思念之苦啊！一样思念，一样敬畏。苍天三连三百，从此再不孤灯独饮，冷暖是知了。两兄，因待你我的心子鸟雕人，难为你不言欺民神怀门。因待我不怜祝福定元神，恰尽两门操当明。十余因遇见你，遇见有你，遇待遇色，遇在遇马好也美。这苦心许两度，有女有妇，有情有病，有味有味的杀所爷妹，你休是不休。我尚未向沈北大人比亲，你倒把定情之物佩戴起来了。怎么？你尚未求亲？我没有你。你不是见过我弟弟了？是啊，沈北大人说他有事，让我先来疏漏。我还未来得及想。小姐，小姐，员外他。宁熙，大惊小怪的做什么？是不是弟弟唤我？先听宾客迎门，员外请小姐先去见礼。两兄，先听宾客迎门，小妹去就来。宁熙，好生款待两相公。两相公，请用茶。恭喜恭喜！女儿拜见弟弟。女儿大喜，为吾云美寿品，替你定了亲。弟弟所许何人？你亲口许婚，何必明知故问？我亲口许婚。你不是说绝妙好事才能许婚？弟弟，这府的人是何人所命？是你同场亦有太岁之子马文才。马文才。弟弟，你可在弄错？实许大事，岂为有错？马文才，你马文才，他怎么了？弟弟，你可知这府的人乃是两兄所作？马文才心怀叵测，冒用两兄之私告。
这有何必呢？那马文才也绝非不学无术之辈，再说他的才学远近闻名。弟弟有所不知，那马文才城府极深，这是他苦心安排自己。哎，这门婚事依我看，真是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。再说莫以成舟，你要量其小可。弟弟，女儿不愿。恰是为何？弟弟，女儿宁死不嫁马文才。应该你，弟弟，女儿为家已定命，与两兄今晚结拜，新衣生母亲她自曾在曹军，我的丫鬟一他起谁来提亲？你为不早生，真是愚闹。王都世俗理不明，怎能是呀提亲？此事实为所阳开，引无了事李顺家好名声。弟弟呀，身非草木所无情，外望你四度精神一二心。应台啊，前面好是你亲笔写，一世人婚你亲意云。万般事情加在儿，怎能够反手是与佛手女儿，弟弟，并非女儿刺儿反儿，是马文才。那马文才依我看，对你也是一片真诚。马文才只是特里好生听，将来听说要入门。两兄他书香门第心高级，文章师傅陈杰人。我已受了马家聘，梁上伯生人专是代理人。云魂只在顷刻间，就弟弟叔叔开了马家聘，婚姻他是非儿媳，女儿我自弃两兄不加生。应该你大胆！弟弟，女儿不过。应该你死于丧母，为吾寒心思苦，抚育你生生。如今你为了儿女私情，居然忘却养育之恩。弟弟，你叫为吾好不安心啊！应台儿啊，痛不欲生，我心不忍。乃是莫以成舟无际云，那马家营山美喜呀落平，我祖父须不是送年根，倘若我称把儿娶那婚，那马家几次大宋我谢家姐姐苦为难你，你恐怕破天大红将人伤本身。应该你万事需要三思而已。
不能一意孤行，你不能全然不顾作家名声，老夫安危，兄长坚守，你更不能爱三百，反而害了三百。弟弟，女儿。梁相公，请喝点酒吧。宁熙，你怎么忘了？我是从来也不会喝酒的。宁熙，你家小姐怎么还没有回来？我家小姐身不由己，你千万不要怪她。我怎么会怪她呢？叶妹，小姐，小姐，叶妹，叶妹，你因我人色大变。梁兄，你早来片刻，不好吗？叶妹，愚兄来得不晚啊！为国叶妹起义为，快马加鞭下山来，恨不得民族风烛夜，插翅飞到你帐内。梁兄啊，你马儿虽快有用，司马正气多么快。叶妹实话好几回，那匹马儿比我快，自来一步回回子。怎么样？已将我许配那太岁之子马分谁？就是那个，好一个太岁之子马文谁？那你刚才都是骗我的啊！不，梁兄，应该你不该不知道两座门的不相配，你知道不也用啊与富贵，其实是仰慕太岁死于谁，捉弄我寒门之地为何来？梁兄啊，我欲看那边是与非，万不可从看那
情难听。三不我造人品不无的财，我以情所愿师母为他妹，我的爷爷上士们那文才真苦，大人我的财，我的财，我把你贴在心里藏在怀，总以为天在人缘两缘配，谁料到府的事反将你我两无的事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啊，梁兄，梁兄，请宽。这三班在范松寺院素人之事，恰成了马文在就此死告。求亲，求亲，死告。梁兄，弟弟意中兄长之言，为应得一再则许，我怕你切记夸来的亲，谁知道马文在真心不良，借作先等，以你之事骗我弟长些苗好事，自真大错。天哪！300亿做银。